针对花莲光华灾前，行政院规划修正防灾特别条例，而且追加200亿的预算，把花莲灾区列入来。不过，国民党党团总调鲍君基认为这是中央的过失，就要启动各部厅书。行政院长对应态度回应讲，目前协助花莲用这追加预算效果是上紧的，和各部是无冲突。花莲马大安溪棒山湖省长公户乡总路热清调车衫路南到滨东关，特别是查恒春东门溪地方池，搁再提醒各地方政府应该重视治水防灾，而且要确实替力民众。如果中央气象署发布的简报雨量很多，必须要撤离，一定要谦卑的面对老天爷，要撤离要干净，一定要非常完整。对于花莲灾后重建，行政院规划修正达那西洪台特别条例，追加200亿预算纳入花莲灾区。不过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君基认为，原因是中央部会疏失，应该启动各部厅书，予灾民公道。国赔有国赔的法定程序跟条件，那对灾区的整个抢救跟补助有它急迫性的需要，所以这两个并不相冲突。如果提出一个以200亿规模为基础的这个追加预算，是应该能够在短时间内马上就来执行。对应台回应，目前协助花莲以追加预算效率上紧，甲各部无冲突。有媒体人公布，公户乡长林清水8月捌事件，棒山湖有风险的引动，认为当时无得到中央的重视。现在目前不要用片段的讯息去揣测任何一件事情，那相关的调查。我相信一定会有人相关的调查。现在最重要还是以救灾为主。有一个防灾的总署，统合中央跟地方的权责，台湾才不会在每一次灾害发生的时候都要从零开始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其实都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各方的意见，再检讨。对于立委询问是不是未来会当成立组织单位统筹救灾事项，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会加强研究。若是国民党这个内政部延误发布红色警戒通报，达到13点钟才造成灾害。刘世峰前一天提出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所有的通联记录，每回传真加通报有5届至7届以上。记者采访报道。